11月6日，隨流動行進，通過祈禱和冥想增強與我們所理解的上蒼的交流。12步驟和12個傳統第75頁。早晨起床，我的第一句話就是上蒼，我起床了，去執行你的旨意。這是我所知道的最短的祈禱，但卻已深深地扎根於我心中。祈禱不會改變上蒼對我的態度，卻能改變我對上蒼的態度。與祈禱不同的是，冥想是安靜的，沒有言語的。去集中精神時，就會使身體放鬆，心緒平靜，精神集中和神志清醒。堅持和加強我與上蒼理性接觸的最好方法，是保持一種感激的心態。在我充滿感激的日子，生活中就有好事發生。當我開始詛咒事物時，好事就停止進入我的生活。上蒼不會擾亂這種流動，只有我的消極態度才會擾亂這種流動。